你以為政府審批係專業把關，點知原來佢哋連太陽能板同 AI 伺服器都分唔清。特朗普政府嘅土地管理局竟然話一個19兆瓦嘅太陽能發電場同一個167兆瓦嘅 AI 數據中心係基本上相同嘅項目。呢個唔係笑話，係官方文件白紙黑字寫嘅審批理由。單嘢係咁嘅，有公司想喺公有土地上起個巨型 AI 數據中心，但係法例對呢類項目審批好嚴。點知呢間公司嘅律師諗到條絕世好橋，就係拎個舊嘅已經批咗嘅太陽能農場計劃書去申請，話兩個項目已基本上相同。最荒謬嘅係土地管理局竟然照單全收批咗。官方嘅藉口係乜？佢哋話兩個項目都係能源相關基礎設施。講呢啲，呢個邏輯就好似你去茶餐廳拎張舊嘅凍檸茶單，同個伙計講我要個乾炒牛河，因為兩樣都係嘢食，基本上相同，一樣咁離譜。一個係綠色發電，一個係食電怪獸，用電量同對電網嘅衝擊完全係兩個宇宙嘅事。等我拆穿佢個底層邏輯有幾弱智。土地管理局嘅審批系統明顯係用咗啲極度膚淺嘅關鍵字匹配，見到能源、基礎設施就當係同一類。呢種審批架構就好似你屋企個智能門鎖，唔理係你定係個賊，只要有人喺門口講句開門，佢就照開，完全冇做任何身份同意圖驗證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，呢單嘢完美示範咗，當官僚系統完全脫離技術現實，有幾荒謬嘅決定都可以用公文包裝到好似好合理。用舊項目嘅皮去批新項目嘅骨，呢種取巧手法根本係將公眾同環境當成水魚。班官同律師以為自己好醒，其實係將個制度嘅弱智暴露無遺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